啊，来看一下，他都顶礼拜他妈去台南棒球场开场而已。啊，你嘛是跟子龙国小一样，都是当红的炸子鸡哈。国中打死。啊，西港国中的吼，有咱啊，主任，今日有咱主任吼，帅领吼，林主任啊，林主任。啊，一般呢，国中呢都是以升学为主哦，可是西港国中不是哦，它是以社团发展为主哦。哦，因为咱你嘛知影西港乡是第一乡啊哦，所以顶头一定上济啦。阮哦西港国中呢有电影三太子哦，以及个太鼓队，啊，搁有个嘛有上江镇哦，啊，搁有人狮队哦，伊是台湾狮的哦，台湾狮的人狮队哦。所以，阮会当说是，哎呀，阵容庞大啦。啊，太鼓队呢是由咱林运慈啊林老师所指导的啊。啊，结合宋江镇哦，宋江镇。还可以开始哦。